箴言和合本第30章1至33節。雅基的兒子亞古珥的言語就是真言。這人對以鐵和烏甲說：我比眾人更蠢笨，也沒有人的聰明。我沒有學好智慧，也不認識至聖者。誰升天又降下來？誰聚風在掌握中？誰包水在衣服裏？誰立定地的四極？他名叫什麼？他兒子名叫什麼？你知道嗎？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作他們的盾牌。他的言語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責備你，你就顯為說謊言的。我求你兩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賜給我。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，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，賜給我需用的飲食。恐怕我飽足不認你，說耶和華是誰呢？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，以致褻瀆我神的名。你不要向主人謗僕人，恐怕他咒詛你，你便算為有罪。有一宗人中原文是代下同，咒詛父親，不給母親祝福。有一宗人自以為清潔，卻沒有洗去自己的污穢。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，眼皮也是高舉。有一宗人牙如劍，齒如刀，要吞滅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間的窮乏人。螞王有2個女兒，常說給啊給啊。有3樣不知足的，連不說夠的共有4樣，就是陰間和石胎，浸水不足的地，並火。戲笑父親，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，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，為鷹雛所吃。我所測不透的奇妙有3樣，連我所不知道的共有4樣，就是鷹在空中飛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與女交合的道。淫婦的道也是這樣，他吃了，把嘴一擦就說我沒有行惡。使地震動的有3樣，連地擔不起的共有4樣，就是僕人作王，愚頑人吃飽，醜惡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續主母。地上有4樣小物，卻甚聰明，螞蟻是武力之類，卻在夏天預備糧食；沙番是軟弱之類，卻在磐石中造房。蝗蟲沒有君王，卻分隊而出；守宮用爪抓牆，卻住在王宮。步行威武的有3樣，連行走威武的共有4樣，就是獅子乃百獸中最為猛烈，無所躲避的獵狗、公山羊和無人能敵的君王。你若行事愚頑，自高自傲，或是懷了惡念，就當用手捂口。搖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。照樣，激動怒氣必起爭端。